第2位報名即揀100，日住喺歐式城堡酒店人鎮卡斯特湯泉，夜晚仲寬限自助晚餐。跟住我嘅鏡頭睇睇。日住喺天悅皇國酒店，可以感受到歐式建築與卡斯特地貌嘅完美結合。我哋日住嘅房間都帶有超大露台，廁所乾濕分離，仲保證每間房都帶有大浴缸。酒店仲配有麻雀、波波池、桌球、乒乓球、健身房等配套設施，無限次人鎮7大湯泉主題區。浸完湯泉，夜晚就嘆下海鮮自助晚餐啦，國內嘅煎扒、熟食糕點一應俱全。第2日仲可以自由漫步朱古力文化小鎮，2點半先離開酒店，真正嘅純玩自 hea 團。旅遊跟大尾，時尚旅遊新生活，細緻服務新體驗，你嘅專屬旅遊空間大美中國。